點樣兌換同埋套用唔同嘅主題風格。AACAD 嘅商店有唔同嘅設計師上載唔同嘅主題、圖標同埋貼圖等，可以用 Mail 金幣購買。喺我的頁面開啟商店，然後點選想購買嘅類型，選擇之後可以預覽使用嘅狀況。加入換領車之後，換領車嘅圖標會增加數字1。點選換領車圖標，選擇結帳之後閱覽換領訂購協議，然後就可以選擇兌換。如果係要轉換主題風格，就喺返回我的頁面之後，點選貓大人旁邊嘅調色碟，然後選擇想要套用嘅主題，選擇日間、夜間又或者日夜混合模式之後，選擇套用，就可以成功使用嗰一個主題。